后来，过来是有乡亲记唔到停车位，佮掠准这个车去互偷牵去。南投县中兴警察分局富西派出所接到民众来报案，讲这个车停伫菜市仔边的停车格去互偷牵去。警方随着调附近的监视器，结果发现这台车并无来驶离开，应该是记唔到位咯。就载着这个女驾驶沿路来找车，结果是伫菜市仔另外一边来找到车。这乡亲是真感谢警察的帮忙。中兴分局富西派出所员警讲，接到一个姓柯的女性报案，讲中途将车停伫中兴新村第三市场边的停车格，起码一个中昼长尔，车就互偷牵去啊！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讲这个姓柯的女性，无偌久之前捌驶车经过第三市场，也过无看到车驶离开。原警认讲，伊可能是记唔到停车位，再去附近顺的，结果伫附近公园国小的边仔门去找到车。该妇人是停放在光荣东路。该自小客车并未失窃了哈，许姓妇人对于同仁能够积极的来寻找自小客车表示这个警察同仁的辛劳非常的感谢。警方呼吁乡亲停车时尽量爱去注意到边的环境，停伫这个店门口的停车格，并且会记将车爱锁起来，卖使翕相做记录，避免讲车互偷牵去，也是讲袂记停车的位。